係早晨，早晨，弟弟先生你好嗎？我介紹自己，我叫李莎拉多尼莎，我今年24歲啊。我未結婚，我信會教，我讀到中學畢業。我媽媽爸爸喺屋企做耕田。我有經驗喺香港入面，2008年去到2009年返嚟。我是做諮詢衛生中心照顧 BB 照顧老人家照顧小朋友，清潔屋企同洗車。我唔識做藥，但係我唔怕做藥，我勁教。我希望先生多支持我。我邀請回來沙特阿拉伯電話跟你做藥，同做兩年半合約。我會俾3個學多啲廣東話，多謝晒爹爹。多謝晒爹爹先生喺香港，再見，拜拜。喺香港1年啊？你翻屋企有幾多人啊？4個人。邊4個？爹爹先生、小朋友同家姐。幾多歲啊小朋友？9歲啊。家姐咧？家姐22歲啊。如果兩個喺屋企打交點算啊？我訓佢佢，跟住我打電話弟弟。你話使唔使翻學啊？冇事。要翻學㗎？翻學。係嘛？幾點帶佢翻學朝頭早？7點。咁早？搭車定行路啊？搭巴士。搭巴士啊？如果朝頭早你遲到搭唔到班巴士咁點啊？我打電話弟弟，跟住我帶佢自己搭巴士。搭巴士啊？巴士你已經遲到㗎咯喎。我搭的士。搭的士啊？邊個俾錢啊？搭的士係啱嘅，知唔知啊？因為唔好遲到啊嘛，係咪？你點買餸煮飯啊？有。邊個買餸啊？買餸我。你啊？係啊。如果太太俾錢你今晚買餸煮飯，你買咩餸？買菜、買肉、買魚、買蛋，跟住買生果。4餸1湯。OK。你點知條魚新唔新鮮啊？我食。點分啊？眼會正啲，肉會硬啲，同冇臭味。你煮嘢有冇食㗎？我唔食豬肉。你唔食豬肉，你炒餸好唔好食啊？有。好食啊？我食。識煲咩湯啊？我食普通煲豬骨骨、紅蘿蔔、藍百香、西洋菜、蜜枣、粟米醬。你放假放星期幾啊？放假星期日。喺邊度？Australia。係啊，Australia。如果你做錯嘢，太太鬧咁點啊？我講佢唔知。如果你煮緊飯，太太佢哋出街買嘢，咁要點做啊？我是火，趁火。係。如果新老闆冇星期日放，得唔得？得。冇星期日放喎，得唔得？得。放2日假，另外嗰日補錢得唔得？得。記住喎，有冇嘢講啊？有，我希望先生多啲支持我。我邀請我嚟電話跟你做嘢，同做2年半合約。我會俾3個學多啲廣東話，多謝晒多啲先生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拜拜。